传奇球星铃木一朗21日晚间在美职棒大联盟日本海外开幕赛后记者会上宣布结束职棒生涯。一朗在记者会上特别感谢妻子和家中的老狗。45岁的一朗于21日晚间到22日凌晨召开宣布隐退的记者会，时间约85分钟。被记者问到妻子铃木公子的事，一朗答说：“公子是最努力为他付出的人。”一朗说：“我在西雅图水手队大本营要比赛前，都会吃妻子做的饭团，总计大约吃了2800个。妻子希望能做到3000个给我吃，我原本也想让他做到3000个饭团的。”一朗说：“我曾说过退休后自己的步调不会放慢，但我希望妻子的步调能放慢。”一朗家中的爱犬义公今年快18岁了。一朗说：“真的就是老公公，走路摇摇摆摆，但却很努力地活着。”看到义公，就觉得我也一定要努力才行。没想到义公可以陪我到我从职棒界隐退，我对妻子和义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